云霄飞车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。哦，云霄飞车哦，你收这边是飞天车。哦，来，大家看者，大家看知影云霄飞车就是安尼，甲上悬的时阵，敢若要飞去哩啊。飞天正地安尼。我会简单就是飞天车。哦，啊那阿雄，我这边的讲话叫冲蛇车。唔啦，冲过转过西有啊！哦，你的嘛真有道理咧。是啊，因为这较好记啦，阿雄讲的飞天会正地啦，对啊你冲射，这感觉敢会去冲到，嘿去刷到，这无好。是嘿，恁选的是飞天车。对，因为我感觉飞机车是上介简单的讲法，比较人较知影。吼，啊说因为伊是飞天嘛，伫咧天顶安尼飞来飞去嘛。啊，你讲冲蛇车，哪有人搁大冲搁大说？无遐好杂讲绕舌啦。啊，当然是新的物件以前无啦吼。啊，要安怎讲，就是去调查的结果是，选飞天车的人有超过70%，啊，选冲蛇车的人无到30%。啊，所以若要讲较侪人讲的，就是这个飞天车。